现在我们讲去看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铸币。铸币，这个中间进去后，点钱包，然后在铸币里面铸币，然后选取可用余额，点击，然后委托，你就铸币完成了。其实很简单的铸币，然后你是看到这里可用余额，然后提出，就是这样，然后输出全部数字，然后这里添加一个提款，就全部数字提出。OK，可以，你看这里也有出来了，然后再重新铸币一下，